創業1年就做到年入8萬，究竟佢係點做到？黃老闆一直都好想實現財務自由，所以決定自己創業。不過當時嘅佢根本冇資金，身上幾乎冇乜本錢。對一般人嚟講，零成本創業聽落根本係天方夜譚，甚至覺得完全冇可能。但一次偶然機會，佢睇咗幾本關於互聯網思維同資源整合嘅書，令佢開始明白，做生意未必要自己有工廠、有貨、有資金，最重要反而係你有冇能力連接資源。當時大部分工廠仲係靠傳統線下方式跑業務，例如請業務員四圍拜訪客戶、參展揾訂單。但黃老闆就選擇另一條路，專注做線上。佢先喺網上加入咗幾百個同行業相關群組，而群入面大部分都係行業下游工廠同採購商。之後，佢再主動聯絡上游工廠老闆談合作。佢嘅合作方式其實好簡單，你負責供貨，我負責幫你賣。我有客源，有渠道，只要你俾我一個有競爭力嘅價格，我就幫你出貨。對上游工廠嚟講，本身最頭痛就係產品賣唔出去。依家突然有人主動幫手賣貨，仲唔使出底申請員工，自然樂意合作。於是黃老闆成功攞到產品資源後，就開始透過自己加入嘅幾百個群，大量發佈產品資訊同報價。慢慢地，每日都有10幾個客戶主動揾佢查詢。之後，佢會先在線上同客戶溝通需求，建立信任，等對方有興趣之後，再拎住樣板親自上門傾合作。因為前期已經篩選咗有意向客戶，所以成交率竟然高達90%。黃老闆之所以成功，唔係因為佢有幾多本金，而係因為佢明白一件事：喺互聯網時代，最值錢嘅唔一定係產品，而係資源整合能力。當你能夠連接上游供應商、下游客戶，再利用互聯網低成本引流，其實你已經具備做生意最核心嘅能力。好多人一直以為創業一定要有好多錢，但事實上，真正限制一個人嘅，往往唔係資金，而係思維。因為有錢只係放大能力，但識得整合資源，先至係創造財富嘅開始。你認同嗎？